伫乐林武德班有乡土味、冒现代动感的气氛带动之下，加上人西现水的好彩头来热烈助阵，为淡地区农会成功办事处的新馆启用加开序幕。会中包括中央家庭园等各界贵宾拢到场见证，共同为40栋历史的老旧办公处换上全新风貌。全方位要来提升竞争力，也代表要提供2万外位会员更优质的车工环境。虽然14号启用落去阵阵大雨，不过正是遇水则发，风度大电。3、2、1，请剪！祝贺我们台南地区农会成功办事处。地区农会未来这个业务会当蒸蒸日上。头顶咱伫遮咱伫遐看讲怎样一个要开始量就好啦。所以总干事理事长讲一定发啦，一定发啦咱这个办公厅舍应该是超前部署啦，因为咱台南这个急速发展的一个城市，你这伫遮你若今麦搁要来遮订吹我加开1倍钱啊。我相信在整个我们各区农会的整个评比，除了是第1名，我们的业务量也是第1名。那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希望一直在工作的品质当中，还有咱农民在这个接洽业务当中，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淡地区农会信用部到目前存款有207亿，放款嘛高达127亿，嘛互农经署学了经营体制，就是全国的模范性。在整个全国311家的农业会信用部中，存放款可以都超过100亿的，非常非常的少。但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地区农会我们的逾期放款比例是接近于0啊。所以不管是规模，不管是获利，不管是经营的体质，台南地区农会不仅是在台南，在全国里面都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农会。淡地区农会除了有健全的金融服务，更难联可贵是嘛投入真济文化教育加公益行动。现况3楼也规划成美善基金会服务据点，互农会跨入社区。台南地区农会已经无共啦，已经无共。阮做足侪即个社会服务，包括我弱势团体啦好啦也是包括伫文化的教育伫国小、国中伊个社团的发展阮拢去斗相共阮都包括赞助啦，包括协助因甚至到社区大学有我即个社会教育呢阮拢去当协助，反正等于讲地方若需要阮地区农会呢，会当来斗相共的阮拢会来斗相共。将地200多平新办公处选伫北区的黄金地段，有地上4层、地下1层，包括土地加工程费加起1亿8000多万，用长远营销的眼光来持续经营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